即句是是咱从正反的话啦，但是说上讲在咱的环境上，中间咱可能会占为环境，在咱有娱乐性就好，记到遮好，来个过来到地吼，你若讲到其中规，谈论点到这个，你若讲咱讲哦，死在什么地方？咱受的是对啊。是啊，属在掌声之下，在掌声，我来做，掌声也我来交代，有人啥，有人交代，我来助人，助人就是爱死啦，死咯，所以各位在座的姊妹，今日老，道场大家怎样啊？到尾中间是要起点，是在讲中间咯。道场没有永远的终点，只有起点。这点我刚才应该讲，所以你就讲讲渐渐精进啊，渐渐精进。所以各位在座的姊妹，咱应该了解哦，咱尽量爱谦虚，咱尽量爱屈谦，安尼忙谈论自己，莫自夸自己。你今日你做你做出偌济，你偌大的功劳，是绝对对你是讲出来。对你是讲出中间咱尽量安尼讲拢无就对啦。若无讲咱是讲无啦。若讲袂到地，咱就起好了啦。这项用呢，咱大家咧报的时阵咯，你个心就搁硬来，硬个开始去讲安尼咧。讲的吼，是来讲个拢总无好啦，拢总无好。所以呢，讲话上计重要，讲无言。无言是谈话的最高意思。这个我看看这矛盾的卖讲话，卖讲话还是讲话最高的艺术啦。这咱讲的今日感觉怪怪啦。我来讲个咩啦沟通，咩啦成长。其实这个语言就是讲哦，唔是讲无讲的是应该讲的时阵讲，不应该讲就莫讲。看什么时阵来讲就讲。咱的心里面达到无心，无心这种境界，无心这种境界。无心所讲的讲，唔是伊无讲的，是爱谈拢讲，但是讲面拢总无对，拢对拢袂就唔对。所以一个开悟人，安尼讲就对；，一个无开悟人，安尼讲就唔对。你今日认真甲思考啦，中间是不是？赞成咱修道方面中间是不是安尼讲？咱今日达到讲五年，这是一个最足悬的修持啦嘛是一个咱应该努力的目标啦毋是讲今日咱无讲话是来讲个，咱应该爱讲什么方面，咱家己要做前奏，是最高的艺术啦你今日要讲话，在咱平常应该讲什么个？心平气和。则能言，心平气和，咱就当讲话，这点足重要。人的口角会摩擦，就是讲心有底物件，心有底物件，迄个三角甲挑，加迄个啥呢？迄个互人感觉绝对气氛绝对无共。你今日囡仔假使讲心平气和咧讲话，袂讲今日囡仔即个讲道理，气真顺，心真平咧讲道理，咱听足舒服。若讲气讲到足重的，语气讲到足重的，人见足不舒服。所以讲其实就係嘛是講在咱日常嘅生活，咱是講嘅心平氣和來講嘅，無論是為較大代志，為較大嘅障礙，為較大嘅爭執，較大嘅口角，咱慢慢心平氣和來講，安尼個代志。伊爹阿母弟仔囝兄弟姊妹、同事、同修、更加愛心平氣和來講，無論是偌大不滿、偌大不便，絕對唔通使性嘅講話。使性地講話，你有去發表，就唔對。所以心平氣和中間就是咱要講話上介好嘅溝通嘅橋梁，溝通嘅橋梁。
但是限定期咧，讲个就是牵涉咱的收入，啊嘛牵涉咱的收支，啊无咱的秉性也压起，啊你讲个绝对太低啊，绝对太低啊，咱个压起呢，这起真重啊，阮讲个啊底人个一句个3000，人个底4人。啊，即句咱时常咱讲啊，但是是咱个上讲话呢，无欢喜讲嘛是足简单的呢，足简单的啊，所以实在讲个是喙也无好收啦，较无收，无好收了，都歹收的啊，小收都毋是遐简单的，若要用心哦，收就是9来分啦，用心是头头，会好势的，若讲以为讲收到是你安尼办一个活动，做一个工课，做一个项目，你安尼去收到安尼。这不能反思，啊，收到是无共，收到是牵涉你的心理、你的脾气毛病、你的品性，我的性格环境辅导、起心动念，爱去克制，爱去把持，爱去调整，爱去监管平衡，这个是收到。无了见教，你的其中间有法度去调顺、调平，这是尾后。所以咱自从讲一句话讲哦。讲咱伊个地主有功德啦，但是讲伊尾后还佫差10分的啦。所以因为我看一本原版看咱即个长期外交的反德人员咱若真正讲你系领导者做真正有道德反德啦，咱个叫做尊大仙啦。尊大仙你敢知？尊是要做大仙啦。就讲话讲有够，但是地无够，地性无够，爱去发掘当中伊咱的理念啊，伊中间佫需要修的了解。你即话讲有够，我冲反倒，但是脾气毛病存在，带着脾气毛病咧冲反倒就对啦。安尼就犯一片的道条嘛是是啊，讲起来讲嘛是成绩都无够，成绩都无够。所以我有真心的体会讲，今日去谈，咱就算讲一句真正，我感受诚济。未来成就伫道场繁华新啦，茂盛啦，是你今日你本身的涵养的程度啦，涵养的程度啦，这涵养的程度真重要。所以大学第2年叫咱参考这个考，第3呢叫咱参考啥？参。这是伫房间内底，房内啦，这是房内伫房间内底。这房间内底是咱的内心，你咧想啥？在咧房间内底啦，咱的心咧想啥？咱家己是知，别人可能会唔知啦。我即咧想啥？我家己知，别人唔知啦。别人绝对唔知啦。这是房间内底，伫房间内底，所以这个菜呢，伊有3种艺术，叫做第4，个3个焦距。第三是啥？较复心，复心啦复心。伊是有3种艺术，差别是讲这3种艺术。第4就讲用迄个道理来甲看。用迄个道理来甲看咱家己的心，叫做第4啦第1就讲用迄个道理来看我家己的心。今日一个修道的兄弟姊妹，若无去了解道理，绝对无法度去看家己看最清楚。一个卖听道理的人，一个爱学道理的人，一个无爱了解三教性的道理的人你讲伊修持偌好，拢骗。有你讲伊精神经济10好，精神修持一般呢，利用道轮回转世练几啊100年来到这完成若无去了解道理，你无法度去看家己。要去看家己是嘛？即个看是用道理来看，这叫做圆圆。用道理来看家己，讲目睭爱生入内底，目睭到底嘛去生外口。目睭生外口看外口的面，目睭生入内底爱去看内底面，叫做心圆。
反观才会当升观，若无反观，就你袂当升观。升观才能达得到观自在菩萨，会当观自在。若无反观，你要达得到升观是困难，所以第四，用圣明的思想，用圣明的意见，用圣明的道理来反观家己，来看家己的思想，这个对照。这个对照，甲咱去知影讲对甲毋对，所以历史是一物件，人是一物件，历史是一物件，人嘛是一物件，道理是嘛佫一物件，道理会行比历史会行，比人会行，佫较啥呢？佫更难。看咧别人对，看咧别人就看咧家己啊，看历史的事尾就看咧家己啊，种一物件咧嘛，所以学人诶。即家去，即个太空啊，你交一个年教导因做伙，讲我看到你看我咧看到你看到我家己讲，我做不少。这个这第四教导，变咱来教导出来。咱两个讲的，这差就是教导讲把咱这个内底这个心的地位，就已经教导出来了。人讲一天会当化千里航，这个功能就照顾出来。然后刚刚你要护神心，反复你要心神而，参就是经过这三个规定，就是参护神和心，你要一直咧看家己，一直咧看家己，一直后数，检验，检验，有心啊咧。我到底是病与对呀？我也不足的，我脾气好的，我到底什么时阵我脾气？我到底什么时阵我心控制袂了？我什么时阵情绪会乱？有了什么因缘，通常我的性特别的做主导的，叫做故事，听到我咧想？安尼较袂重蹈覆辙，是不是安尼？袂较会不恶果，今日犯，但为什么会当会生个性不迁都不恶果啊？咱唔是呢，咱1步、2步、3步、4步、5步、10步呢，100步、1000步、万步呢，是不是安尼？改革，咱讲咧改革自身，作少嘛较过大家话咧关，就嘛如像迄大家嘛做咧说，较无跟咱过咧联话。心嘛不是离遐批评我们，大家嘛是离遐，大家嘛是离遐咧重蹈覆辙，大家嘛是安做，咱无故事。为什么咱无第四？为什么咱无教导？为什么咱无护心？护心。所以修道是一个历练，咱的心当经扶着，咱有历练，真正正能干，正能干历练。所以这个叫班定下来，来看家己定下来，用这3年来看那么你看我这年哦，过来我这年哦，暗时啦晚上啦晚上讲乌暗，咱是先乌暗，咱生活物件较正的乌暗，就是讲头前乌喺行路歹行，会去碰着壁，会去踏着骨仔，会去落陷阱，头前有障碍你唔知影，咱的心嘛乌暗，咱啥物代志嘛拢唔知，啥物我同讲出来，啥物我一定嘛做出来，叫做乌暗是，然后这个是只个音，这个出音。物件对外口，物件对内外口入来，由这顶悬到下骹来改善，来改善的，出入就讲对顶悬、对下骹、对顶悬对下骹对内底、对外口、对内底拢简单，这出入由上而下，出入上下，你拢去甲审视，你拢去甲学习，这是教导。这个就是来解释然后干这个造出来，是就是目标，它是目标，造出来的。咱今日去什么所在，有人甲你讲，只是迄个所在造出来。所以今日去修到迄个重点，修到迄个巧妙，修到迄个啥，迄个真正伊意义甲完整，迄个巧妙，迄个原理去使着。你心。会起到你心会起心动念，我今日去免来去讲这我家己，免来压制我家己，我的主轴，我的毛病，我的品性，我的事我袂底啊，我而且能干经过这3因缘能干，
有经过第四焦度顺，复习的时阵间哦，我大概了解讲，我今日去爸爸家己啊，这个目标就走就这个查，所以这个外查哦，就咱姓名甲恁交代，姓名甲恁交代，交代啥？三省哦，清楚讲的三省是外产，外口的姻缘，将到底做外口的姻缘外产。哦，三项代志咱大家拢知，有任何2点哦，1评到2不行哦，哦，不行哦，全不是有啦哦，这三项代志叫做外产。那么内产呢？内查会讲哦，念哦，甚至讲我的心有去用物件念着无念哦，这个内查，这个咱做会到。讲但是真正要做足困难做。哦，到底我的心无啥物物件念着，我面对啊，内查，所以咱讲哦。人讲有心无境，境自有啦吼。无心有境，境自有啦。我足爱跋筊的，但是无跋筊环境，境自有。因为啊，大体是就创着境内底啊。我无爱跋筊，但是内底外口环境一切拢有跋筊，自然无跋筊环境。哦，爱跳舞人的去舞厅啦，大家习惯要跳舞啦。哦，唔爱跋筊的人，我咧杀去交朋友就别挂啦。所以来讲哦，内查是讲咱念对啦，咱先到底家己对啊，有啥物物件咱家己做清楚。就是在于烟，就是在于烟，贪心痴，这物件拢是哦，叫花哦，这物件是呢啊，所以呢，伊个袂使做之外，先查伊是觉照，先查迄个觉照。省就是讲目睭看较少的，叫做省啦，吼，敢是哦？目睭看较少，叫做省啦。哦，审查，先查必须要啥？觉照，爱节照，节照要一定要心观，没有心观，无心观绝对观去觉照，安尼可能达不到现场。这是讲讲啦。修课若无去了解遮哦，实在讲要讲修课是谈不上边啦，摸不着边际啦，哦，讲袂着边啊嘛，无袂着伊的根啦，这是必然应该修的课程，哦，必然要修的课程啦哦。那么咱有现在自然就会克地啦，自然就克地。克地哦，克地爱啥？克地就是要互咱改过，改过嘛。克地就是要互咱改过。哦，克地真艰苦，克地无好过，合切家己，合意互伊动机。或者无人逐个到信心为什么袂单是最基本咱一定合意互伊动机。起名起时阵哦，马上会当学过。起名起时阵，这个时间爱足短。无欢喜的时间足短，足短就袂记，毋通藏足久的。你若藏足久，就你就无克制的人。我虽然交啥物人无欢喜，但是讲出来就煞去啊，讲出来就毋对，去改过来，毋通搁放伫生活内。
改过。所以改过要什么？过什么？过节。爱过节，蒙托尼带水要1到2段。所以今日即卖啊，受到这个肯定。其实我时常咧讲，是一个高难度，要么是一个平常的活动，平常的工作啦，平常的心情，较平常的物件。道场本来是道理，道理甲伊讲，咱会认真听，用认真听，去体悟去感受，用认真听去意会，用认真听去有这个心得，安尼个两工感觉会变。若无，大家拢咧共报啦，大家拢家己拢有咧食啦。哦，你食猪蹄啦，哦，你食人工肉对真济啦，实在讲起来不简单，道场是拢猪蹄的道场啦，然后爱去搞安怎啦。对于讲咱的经营者，是安尼要求啦，无是讲去做这个人讲。所以这点中间电视嘛中间就是咱要跟道理，用道理来激励，用道理来学教，用道理来生产，这个主导道理，这个主导安尼比较是发展的叫根本，根本对。所以第一点第一点定，第二点卡，第三点产。第4点管，有讲万谈的野手，有万谈的野手。第2点好，恁袂歹哦。有王万谈的野手。这一款因为做加工可能都无完全无简单诶。万谈啊，万谈。咱话万谈，咱老人讲万谈，万，它是咸